呢個歷程或者呢一首歌有咩感受咧？自己有咩想同大家分享咧？咁其實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唔係好接受到生離死別嘅人啦，咁出咗呢首歌之後，我就會想大家都可以用我自己經歷去安慰大家，因為我自己比較樂觀，係啦，咁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樂觀去面對任何嘢啦。咁我就覺得上面兩首都係啲悲情嘅歌，咁悲慘啊！咁不如咧今次就出一首輕鬆啲，係啦，感勵到大家嘅。係，我就偷聽咗少少呢首歌嘅，我覺得係俾到好大嘅力量我啦，或者個節奏感都係好似推住大家向前繼續行啦，會有好事情會發生嘅，睇下點樣用唔同嘅角度去諗咁樣啦。咁不如呢個時候將個舞台交俾小編為我哋現場演繹呢一首新歌啦，小眾美食家。